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1篇第1节到14节，以赛亚书49章第1节到第7节，哥林多前书第1章18节到31节，约翰福音12章20节到3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被举起。有一首儿童诗歌，歌词的内容这样说：告主耶稣圣名，靠主耶稣圣名，我们就必能得胜。是的，我们只要高举耶稣的圣名，就必能够得胜。但是圣经里面的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并不只是因为高举他的圣名，更是因为上帝的旨意，让耶稣基督为了世人而罪，钉死在十字架上牺牲的救恩。这个救恩就如同出埃及的以色列人，因为得罪上帝而被毒蛇攻击，许多人被咬死。上帝吩咐摩西要制作一只铜蛇，然后挂在棍子上面，让以色列人民仰望，让看到的人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救恩。这十字架的恩典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的，甚至有些人说这是愚蠢的，就不接受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章就提到这样的一个事情，但是耶稣基督被高举在十字架上的救恩，其实就是上帝的计划。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，并不会因为某些人的不明白、拒绝接受而改变。因为就如同以赛亚书第49章的预言，上帝早就呼召了他的仆人来成就这样的一个救恩一样。耶稣基督自己也预言将来他自己就要被高举。听到耶稣基督预言自己要被高举受难，众人并不能明白，然后他们就提出了疑问。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2章就这样提到，他说：我从地上被举起的时候，我要吸引万人来转向我。那这话是指的自己将要怎样死而说的。群众回答：我们的法律告诉我们，基督是永世长存的。你为什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？这人子是谁呢？耶稣说：光在你们中间为时不多了，你们该趁着还有光的时候继续行走，免得黑暗追上你们。因为在黑暗中行走的人，不知道他往哪里去。趁着你还有光的时候，要信从光，好使你们成为光明的人。是的，来就近耶稣基督的人，来接受他受高举的救恩，就要活在光中，就必能够来得救。今天的经文诗篇71篇第1节到14节这样说道：上主啊，我向你寻求庇护，求你使我永不失败。你是公义的，求你帮助我，搭救我，求你垂听我的祈求，拯救我，求你做我稳妥的避难所，做保障我巩固堡垒。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我的堡垒，我的上帝啊，救我脱离作恶的人，使我脱离凶恶邪恶者的势力。至高的上主啊，你是我的希望，我从年幼时就信赖你，我一生都依靠你，我一出母胎你就保护我，我要始终颂赞你。许多人以我为怪物，
你却一直是我巩固的避难所。我整天颂赞你，我宣扬你的荣耀。现在我老了，求你不丢弃我；我衰弱了，求你不撇下我。我的仇敌要杀害我，他们千方百计地对付我。他们说上帝已经抛弃他了，我们来追捕他，没有人能够救援他。上帝啊，求你不要远离我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快帮助我。愿攻击我的人失败消灭，愿要伤害我的人受辱蒙羞。我要始终把希望寄托于你，我要更加的颂赞你。感谢主赐下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借着他牺牲的爱，使世人得以得救。求主帮助我们谦卑顺服，让我们能够愿意相信他已经被举起，只要仰望他，这样的人就必能够得救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